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大甲镇南宫今年办一届的大活动，妈祖出巡西境，4月初9暗时11点要来起驾，9天8暝，有医师来提醒，这个西境都要准备着舒适的鞋啊、简单的刹车、日常的用品、喙暗甲健保卡，上界重要的是爱扎家己的力。 若是行袂去，一定要先停落来休困。另外，若是有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，嘛免硬颈，就一定要来跪拜，会当来双手合十来代替。 大甲妈文章是宗教圣事，今年伫4月初9主是要起驾，真侪信徒卡网已经传好势要参加活动。医师提醒，有一寡物件爱记注意。绕境呢有300多公里的全程，那不论你是走全程，或者是挑选其中一段来走，最重要的装备就是脚上的那双鞋子。 医师讲，新鞋仔使上会确定，要行9天的温装，上好穿舒适的旧鞋仔。有的人牌仔内底拢会底真重，不过排重的物件对量具无好，上好是准备简单的刹车。而且即马防疫，喙暗嘛真重要，健保卡嘛上好拢爱扎咧。有慢性病的人拢爱特别注意药啊，甲木扎。 血糖药、血压药这些在外头不是那么容易取得，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准备一个小药盒，把这些药记得带上。如果走得累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逞强。大甲妈起驾，迄天拄好是减压供水，真侪信徒拢会走去便所冲水、洗手，用水量真大，水若是无够，变怎？酒精啊，就干洗手。是被湿纸巾也可以啊。民众认为家己炸酒精或是茉莉，毋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若是真正无水，就使用酒精含奥斯茉莉来拭手。